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12日，馬太福音5章50安尼講：溫柔的人真有福氣，因為上帝會予因承接應允的土地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願做溫柔的人，通承接應允的產業的天父。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使阮祝福的源頭，你是拯救甲活命的主宰，你是穩定甲福氣的賞賜者，你是安慰甲扶持的氣力。主啊，因着你的疼，阮通領受無比的穩定甲憐憫，互阮通佇艱難中猶原看見願望。阮要深深獻上阮的懊惱甲感謝。主啊！一個人伊愛三錢甲輸贏，總是無溫柔甲謙遜的心，直到無法度得到屬靈的祝福甲豐盛的產業。主啊，懇求你，互阮學習溫柔謙遜的心，親像基督的溫柔謙卑。溫柔的人真有福氣，因為你會予阮承接應允的土地。基督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